针对美国对顶关税对咱台湾的影响，立法院昨昏是召开调解协商，确定要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去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，而且会备询。也若行政院有提出9大面向880亿的方案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马是呼吁政府补助金额要增加到2000亿以上，民众才有感受。民进党团这边即马回应讲，只要是合理，政党当然会当调整。立法院议会已经空转2礼拜，面对川普宣布对台湾 Q32派关税，都算找出杜英泰邀请调解做伙来参详，大家拢同意讲国家有难应该团结合作。但是，特别早起立法院议会原定的施政总质询同款无法度进行，下晡的调解协商嘛在完。柯总召，又不是你当主席，你要尊重人呐、尊重主席。而且我们在这边解决问题，不要制造问题，好不好？你今天解决问题，其他人员都是条语。再用一个在议员表决。面对国家民协商的时阵，长时间的发言，韩国就宣布暂时休困，表情无奈，只会当用双手比赞。落尾拿力被党团达成3点的共识，同意4月11早起处理警察人事条例复议案。下晡邀请杜英泰报告针对美国关税政策因应作为，而且接受质询。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嘛。谢谢啊，谢谢。针对行政院提出的880亿补助方案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讲，应该有关到2000亿以上才有感觉。等于对总预算态度的1400多亿列作补助，则对超顶的5300多亿提一部分出来。民进党是呼吁讲，要加码合理，执行合理正当，当然可以来调升。在野党连自己乱砍乱删预算，到底数字是多少，2个人都不拢。第二个，删掉的预算就是没有了。它不可能拿来再为之用。民众的需要、产业的需要是我们关切的唯一的重点。所以到底预算是多少？也希望行政院可以精算过来。不过，充实说明美国关税的冲击，民众党团嘛提议讲，互立法院来完成3项条例修正草案2读和3读，回应行政院提出的诉求。但是嘛，这期行政院提出的880亿的方案是旧管啊底新酒，照目前冲击的程度是无法度解决问题。就等杜英泰11的报告来寻求调解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